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喺先鋒服測試咗2日，由於王虎宏嘅 QQ 攻屌打全場，遊戲有啲唔太平衡，官方就將王虎宏嘅100% 嘲諷改成咗75%。改版後嘅 QQ 攻多穿能力雖然係弱咗，不過依然都可以間唔中打破萬，甚至乎打到天下無雙。如果大喬係白版嘅話，都一樣有多穿能力，亦可以打到過萬嘅戰功。不過發揮就唔太穩定，一般都係打3000至5000左右。如果其他隊伍係滿紅嘅話，優先玩其他隊。但如果其他組合唔紅嘅話，呢一隊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而今日就介紹另一隊改版咗之後測試嘅隊伍。其實呢一隊同 QQ 攻嗰隊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同樣都係配王虎宏同埋大喬，而輸出就改咗玩爆頭嘅張遼。雖然冇咗國家隊嘅加成，不過王虎宏嘅嘲諷令到大喬技能嘅發動提升，有大喬上 buff 同埋角力幫手刷普攻，張遼嘅吹風同埋當風可以發動到10幾次。就算王虎宏俾人改弱咗之後，多穿能力依然都好強。喺測試嘅時候，我擔心大喬白版會比較容易爆頭，所以就擺咗落副將。而大喬嘅統率要維持喺全隊最高嘅情況之下，先可以食到王虎宏嘅嘲諷。咁所以如果你王虎宏係滿紅嘅話，記得統率要比大喬低，所以我就配咗1速全統率，用王虎宏幫張遼解紅。不過當我玩翻滿紅嘅時候，我唔記得改翻位置。如果你係滿紅嘅話，大喬可以擺做主將，用潛龍陣嘅加成，令到堅強之花嘅發動率更加高。大喬喺白版嘅情況之下，張遼配大喬會比香香配大喬嘅多穿能力強同埋穩定。呢樣係同張遼技能專門爆頭有關。而大家都滿紅嘅情況之下，個人覺得喬攻會係好少少。不過要等正式服驗證先知邊隊會好啲。畢竟先鋒服遇到嘅隊伍種類冇正式服咁多。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